嗱，可能咧大家都會關注嘅，究竟而家咧喺地盤入邊咧嗰個嘅監督工程嘅方法咧係點樣做嘅？點樣係透過層層嘅監督咧去確保質量安全呢？嗱，其實咧就喺個地盤特別係咧係呢個起呢個樓房，因為都真係香港喺呢方面咧都好多年經驗㗎啦。咁亦都咧係建立咗咧係應該係講到相對係完善，亦都真係合乎即係國際上即係可以講係最高標準嘅一啲監管嘅制度嘅。咁啊，首先咧就我覺得一個大原則咧，我覺得大家都要切記。就係話咧，我哋雖然咧有工程嘅分判制度，嗱，呢個分判咧亦都因為實際上唔可能一個承建商就所有各種嘅工序啊技術都齊備晒，咁佢可能某一啲咧都要係有一個合作分工嘅，咁所以就有種即係分判嘅制度。咁但係咧分判咗工作咧就並不等於分判個責任。咁所以咧出咗事故嘅話咧，你就唔可以話因為下邊啲分判商即係咁樣，因為總承建商咧係有好大責任。咁亦都因為呢個責任咧，我哋就建立咗咧就係重重嘅監管制度啊。就首先咧，一個建築地盤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專業人士，佢即係各有職守啊。譬如有認可人士啦，所謂嘅 AP 啦，咁我哋有咧係結構工程師啦嚇，即係 RIC 啦咁樣。咁啊仲有顧問公司咧，佢就會有負責咧係派遣一啲咧係駐地盤人員。咁呢啲駐地盤人員咧係對於整個工程嘅每一個步驟、整個流程咧，其實佢哋有一個責任咧，就真係按部就班就去進行咧係嘅管理啊，同埋咧係即係監督咁樣。咁嗰個譬如話對於落鋼筋咁，其實點樣去監督咧？其實簡單講句就話咧，落咗鋼筋之後咧，其實係要有個複核先可以咧係倒石屎落去㗎。咁所以如果你話好似今次情況啊，就發現到咧係有少咗鋼筋，有咧係幼咗嘅鋼筋啊，即係不符合嘅原底嘅粗度嘅要求啦。咁有咧係即係疏咗個鋼筋，有啲咧係嗰個鋼筋之間需要連接嘅地方係做得唔好嘅，咁亦都有移位啊咁樣。咁啊按道理咧，就喺嗰個落石屎之前咧，嗰個複核咧就冇理由係發現唔到呢啲問題。咁而且咧，今次嗱，因為佢呢個法律嘅程序進行之中啦，我哋就即係唔能夠話即係真係對於嗰個影響咗呢個即係法律程序。咁我啲細節咧，我哋都掌握唔多，咁亦都咧不便咧就係即係自己咧就妄作批評。不過咧就按廉署同埋屋宇署就即係正式透露嘅資料咧。就係話咧，呢個地盤咧有6座樓宇，咁啊6座咧都有咁嘅情況。係。咁即係話咧喺個地盤裏邊咧，好廣泛咧係出現咁嘅情形咧，咁咧真係好難瞞天過海噶喎。我頭先形容咗嗰個制度咧，就都已經咧係可以睇到。咁如果你廣泛即係喺個地盤裏邊咧出現有啲少咗鋼筋啊，漏咗啲變由粗啊變幼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就一定會有人發現到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犯違規啊、犯法嘅行為咧，係當然係即係絕不係應該嚇，亦都令人非常遺憾，亦都非常憤怒。但係同時都可以講句咧，係好愚蠢㗎。你點即係香港唔係話一個投訴無門嘅地方，香港係一個嗰個即係法治精神，我哋好着重，亦都咧有好多法規。譬如我頭先即係簡單淨係就鋼筋嘅監督咧，其實都有咧行之有效，好多年都係咁做嘅方式，係好難話成個地盤冇人知道你做蠱惑噶嘛。咁所以呢啲嘅偷工減料咧，係咪即係本身已經一個即係既係令人憤怒，亦都本身咧一個非常之愚蠢嘅行徑。
咁啊最終咧就要承擔法律責任㗎啦。係嗱，盧偉國啊，你剛才都提到啦，就係工程係要有分判制度啦，咁但係分判工作咧就唔等於咧將個責任都分判嘅。咁不過呢，亦都留意到啦，譬如建造業議會嘅主席何安成都話啦，即係行業係存在咧分判層級過多嘅問題，係需要改善嘅。其實呢，譬如你頭先提到嘅情況，應該就有重重嘅監督啦。咁但係係咪會係如果分判嘅層級係越多嘅時候咧，就反而會容易有機會俾人轉空子啦？嗱，呢個最近咧，即係對於呢個分判嘅制度，咁即係當然亦都有行業嘅同事咧都出嚟解釋，即係頭先我所講嗰個道理啦，亦都未必咧有一個承建商咧能夠咧係承擔起各種不同嘅大大細細嘅工種，咁所以一定有分判嘅。譬如就算嗰個材料嘅運送，咁其實都係本身都有分判啊嘛，因為嗰個負責呢個物流嘅未必就係個總承建商自己下邊嘅公司，咁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係有種種嘅不同嘅分判。咁啊，但係的確咧，如果個分判嘅層數太多咧，可能亦都引起咧就管理上咧就更加複雜，亦都會唔會咧又更加容易係即係走漏眼咧咁樣。咁所以咧係建造議會咧，亦都即係提出啊，即係我哋係需要有個分判制度，但係分判之中既係管得好，同時咧亦都咧係避免咧過多層次嘅分判。不過呢個大原則咧，我頭先即係開宗明義就講啦，分判工作不等於分判咗責任出去。係，咁但係分判嗰個究竟判幾多層咧？嗱，譬如何安成就建議最多係只係3判啦。你自己又認唔認同呢一個嘅建議咧？我諗呢個係大致上可以咁樣講啦，咁但係當然亦都睇下嗰個地盤工作嘅複雜性啊，地盤整個工程嘅大細啊，咁嘅決定嘅。咁就但係咧就無論係即係點樣分判都好咧，咁其實咧就係即係層層之間嗰個監督嘅制度咧，係都已經係有建立咗呢種嘅制度形式喺度嘅，咁啊大家就即係必須要遵從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係今次喺個地盤管理上咧，唔需要話特別嚴格，而係跟翻我哋恆常嘅做法咧，就已經咧係即係唔會出現咧咁大規模嘅即係鋼筋嘅事件出現啦。咁所以呢個係一個點解我哋都覺得呢個真係比較特殊嘅個案，咁亦都令我哋咧覺得係即係都好憤怒啊！真係影響咗我哋嗰個行業嘅聲譽係嘛？嗱，關於喺嗰個嘅監督咧同埋質量嘅保證上面咧，其實屋宇署亦都話㗎，會喺今次嘅個案咧檢討經驗，同埋會加倍抽樣檢查咧地盤去即係倒石屎之前呢嘅鋼筋嘅配置啦。由而家呢每年抽查至少12%嘅項目咧，增加到咧最少25%。而如果呢係嗰啲完成咗倒石屎之後嘅鋼筋配置啦，屋宇署呢亦都係會以每年抽查25%嘅項目咧，作為日後咧恆常檢查嘅安排，亦都會採用咧鋼筋面層嘅測厚儀嘅科技咧去做抽樣檢查，進一步咧加強監督機制。嗱，你對於呢一個嘅抽樣百分比嘅增加，你自己點睇呢？你覺得係咪一個合適嘅比例咧？嗱，其實咧就一路以嚟咧，正如我頭先解釋咧，係建立一個健全嘅喺個工程建築方面嘅即係層層嘅監管制度，同埋咧即係裏邊當然咧都涉及到各種嘅技術啦，同埋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可以咁講啊婆乸數咧，因為咧你個即係地盤咧，所謂物料咧，我哋都有好完整嘅計劃㗎嘛。你譬如話呢個地盤需要幾多鋼筋，咁要證明咧係用咗幾多鋼筋，咁亦都即係除咗頭先所講嘅更加詳細嘅複核之外咧，你其實淨係計個大數啦。即係如果你話計個大數發現唔到少咗咧，咁啊分分鐘係佢報嘅呢啲數量咧本身咧都已經有造假咧，咁就牽涉到咧你嗰個即係另一種嘅即係製造虛假文書咯，係咪？咁所以呢個咧就即係其實係有咁樣嘅即係層層嘅監管，即係我就即係進一步解釋啦。咁另外咧屋宇署嗰個責任咧，第一佢當然佢就都係咧要對於呢啲嘅整個制度咧，佢即係本身當然政府本身咧有一個即係好重要嘅喺政策方面啊，點樣定呢啲嘅制度啊咁樣。另一方面咧，
就正如你頭先所形容㗎啦，就係有抽查，係嘛，抽樣調查，睇下係咪真係做啱佢應該要做嘅嘢。咁啊，包括咧係落石屎之前嘅鋼筋數量啊，落之後咁樣，咁亦都包括咧係喺個地盤裏邊嘅其他不同嘅工序啦。咁如果你話今次個事故就屋宇署咧覺得佢都真係要再加強嗰啲個抽樣咧，咁當然我係同意嘅。咁但係我亦都唔希望咧，就由於一啲單一嘅事件咧，就搞到咧就係即係重重疊疊，又要咧加多咗即係各種嘅即係監督，造成咧真係一個人開工咧就好多個人監督住佢，咁呢個亦都係不健康嘅。所以我覺得係即係點樣取一個適度平衡咧，我亦都好相信咧，即係屋宇署佢咁專業啦，亦都咁嘅經驗啦，佢都會即係做到個適度嘅平衡，亦都讓到大家咧係安心嘅。